Hello，大家好，我係晴晴，歡迎你哋嚟到我嘅 channel。嚟到韓國之旅嘅第2集，今集就會帶大家去首爾弘大，會為大家推薦幾間必打卡嘅鋪頭同埋快閃店。嚟得弘大就一定要去位於弘益大學地鐵站8號出口嘅 Kakao Friends 旗艦店。Kakao Friends 係韓國本地手機通訊 App KakaoTalk 嘅人氣公仔。喺弘大呢間旗艦店有成3層高，全部都售賣 Kakao Friends 旗下嘅公仔嘅周邊產品。當中最受歡迎嘅角色就一定係 Ryan 同埋春夕貓仔啦。旗艦店1樓同埋2樓主要都係賣 Kakao Friends 周邊嘅產品，包括有公仔、文具、服飾、雜貨、飾品、旅行用品等等。Kakao Friends 仲會定時同唔同嘅公仔聯乘，例如之前就有 Chikawa 同埋 Sanrio 嘅角色一齊 cross over。如果你哋都係 Kakao Friends 嘅粉絲，就記得去打卡啦。同埋現場都有巨型 Ryan 獅子同埋春夕貓仔，同大家一齊影相。上到3樓仲會有一間 cafe 可以喺度食下蛋糕休息下，另外嘅區域亦都有啲公仔。喺弘益大學站嘅1號出口，亦都會直達呢一間 Butter 嘅雜貨鋪。呢間 Butter 係韓國人氣嘅連鎖文具鋪，鋪頭入邊會揾到好多文具、廚具、生活用品盲盒等等。聖誕節期間 Butter 都有好多聖誕樹可以打卡。中意貓咪嘅朋友就一定要去弘大呢間摩夫聲快閃店。快閃店由即日起開到去26年嘅1月4號。一入到嚟快閃店，呢度就有琳琅滿目嘅貓咪產品可以選購。如果你哋係愛貓之人，就一定會中意呢個公仔啦。最後就嚟到 K-pop Square 嘅鋪頭。呢間鋪頭樓高3層。主要售賣 Line Friends 同埋韓國防彈少年團合作嘅 BT21 公仔。BT21 8個公仔嘅周邊產品都可以喺呢度揾到，仲會有佢哋巨型嘅擺設俾大家打卡。如果你哋都中意 BT21 或者想感受韓國嘅 K-pop 文化，就一定要嚟呢間鋪頭啦。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鍾意晴晴嘅影片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